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同大家讲哦，阿群妹好啲平常时就当好啲嘅做料理，做料理嘅时节啦，有一样当重要嘅调味料，就是安尼调油。调油做嚟做乜嘅呢？比如讲控肉啊，还讲乜嘅卤肉啊，当到人当好食嘅东西，就听说爱用一只调油。唔过啊，前一步嘅没有新闻讲一调油啊，要当到食安尼问题。故说啊，今日福起来就要来同大家小姐一咧，用爱心，因为佢係做本无卡颜色嘅调油，爱同大家来分享哦，細細格格來分享。你今日嘅來賓分享李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關西李記調油嘅李日新，今日真歡喜來大家介紹我做嘅天然嘅調油。真件好，天然嘅調油，聽說愛同大家來分享小姐一下哦。一開始就來想請李太哥來同大家分享那個無調飲油，到底無調飲油是你們家的招牌嘛？算係幾很用嘅一種調油。係啊，無調飲油哈，其實用無調去做嘅。哦，無調做嘅調油，跟住看起來佢嘅外觀很用嘅，佢嘅色。佢色哈，佢唔係無色。無色唔會係無色，琥珀色嘅色。哦，是琥珀色的顏色。那披起來呢？佢披起來佢真天然嘅色，佢唔會有個嗆鼻哈，所以就有個化學嘅東西哈，唔吃起來，你披啊多時哈，屁股都翹起來。哦，蜜桃當初嗰種感覺。哦，故說佢嘅材料係用乜嘢做？因為佢講係古早味哦，特別強調係古早味。古早味其實無調做嘅原味啦，原來嘅味道。但是呢，加啲梅頭是透過加10年前做嘅時節古早嘅味道啊。而家冇乜人做呢啲東西。當時有人做古早味嘅，錯嘛？哦，咁你平常時自家食嘅時間，先好拿調油拿來做乜嘅？哦，調油，煨3層肉最好。先好食嘅煨3層肉係冇？擺陣子咩先好？擺陣子咩先好？煨幾種咩做定煨調油咩先好食？錯嘛？哦，唔過啊，啲市面好有看到當多種調油啊，有啲人講嘅調油係黃調味做嘅，唔過亞調油係無調味做嘅，所以亞黃調味做嘅調油同無調味做嘅調油有乜嘅冇相同？哦，其實喺台灣，喺祖先最先做嘅全部用無調去做嘅。真傳統嘅。係真傳統無調做。喺日本時代嘅時候，其實黃調就係要加小麥去做哈。小麥。其實喺日本。做乜嘅愛攞小麥去做啊？黃調大部分用撈小麥去下做。哦，無調呢是專門用無調。錯。無調味就用無調味做，跟米線哦，無調味同黃調味做嘅調油米線。佢嘅發酵嘅方式吼，冇馬強壯啊。佢無調做嘅時候較小，因為佢方式佢要用嗰個暗鋼去做啊。暗鋼無調味要用暗鋼做，係，我有看過種咧動態嘅嗰種太暗鋼，像滷鹹菜用嘅嗰種。但是佢有個麻煩是，佢全部用素果。無調味調油全部素果，錯，全部用素果，因為佢乾式嘅，佢個暗鋼度哈是鹽撈無調去做嘅。鹽同無調味。錯，但是你個黃調撈小麥做嘅調油哈，其實冇咁樣，佢種太稠、太痛嘅哈。太痛嘅。係，放水落去，佢等於愛攪，係愛攪拌哈。所以佢發酵嘅方式吼，其實冇強壯。聽起來係完全冇強壯嘅方式咯。但是佢無調較香哦。無調唔驚煮，煮唔緊煮，做控肉哈，唔緊煲。錯。清炒要隔一餐，對不對？隔餐上來混鍋，哦，好好吃哦。唔好食，但是我調油，你滷嘅控肉嘅時候哈。唔見滷佢見淡哦，
紧来紧去。哦，紧来紧去。黄头做的是唔一样人，天是传青绿色，天传其实紧来紧合。啊，原来係安呢。其實都冇同樣。古時候市面上也下黃頭嘅咩油，黃頭嘅做嘅頭油。大部分黃頭做較多。大部分黃頭嘅做嘅較多。哦。因為黃頭嗰種機器做較急啊。縮短家嘅做嘅時間，從冇咩？因為黃頭佢乾濕嘅哈，唔要水去種啊。但是你那黃頭佢就水啊，所以其實用機器做得除啊來除啊去，除過20撮，除過幾10撮，是唔是用人工去做？也清傳統嘅古早味嘅也只芋頭嘅頭油啊，愛做真實係無按改。聽講啊，做呀頭油嘅步驟當多、當複雜又當難。古時候基本上就想我來請李太公同大家來小解一下，真係按樣嘅對呀芋頭嘅做到一罐頭油，愛幾長嘅時間，愛幾多嘅步驟？一罐做出來哈，差唔多要7年。7年，愛按久，將有一暗缸嘅頭油，一隻暗缸嘅頭油。一罐頭油做出來，最起碼差唔多要7年樣做出來。 7年，哦，佢一開始喏，一開始啊，按芋頭哈，按愛餡芋頭，將愛餡咧全部用台灣芋頭用氣做誒。氣做誒，你有自家去請呀配合嘅安尼種芋頭嘅。啲農糧署人係請誒。哦，有啦，農糧署配合。合作啲農糧署監督嘅種頭哈嘅品質。哦，古時候你有去看，比如講佢種嘅方式，有托高哦，還個安心。唔可以查。即天無農藥嘅啦。哦，古時候也係唔去農糧署，去同佢講想愛請安心嘅芋頭嘅，佢就會人唔請，天數請。天數請，然後請農民種。哦。種本來按你氣做，按你氣做嘅方式。氣做嘅方式。哦，唔過像按你氣做啊，一般來講，多多都是小農，小農嘅數量會唔拉多嘛。但是佢底下有農會哈。是按到小地主大佃農，小地主大佃農，對，是由產銷班哈，結合青島嘅農民共下種。哦，大家就用共用嘅方式來種青安心嘅。係，佢有履歷證明啊，有履歷證明，產銷履歷哈，有隻履歷哈，幾時種啊，幾時。出錯，馬沙中咧，馬沙中咧，全部就有資料。古時候人嘅芋頭嘅來源當清楚，當清楚以後，嘅芋頭係唔係行去托過嘛？嘅必係咧啊！佢會托過，佢會篩選機哈，按托較好嘅頭油來哈，還有較好嘅芋頭來。按拿到嘅時間呢，按要先洗槍，洗槍咯，係要洗槍咯，老火一層也掉落去洗槍，洗槍哈，愛泡水。泡水愛浸，差唔多8點鐘到10點鐘。做乜嘅愛浸嘛？因為佢哋糟啊，佢糟要俾佢軟化。哦，愛軟化。像你啊，你做乜嘅頭全部要浸過啊？係，然後佢浸8點鐘以後。係，讓佢就整過，像係用整。整過，然後佢整熟係冇？係，然後整熟。整熟之後呢，又要拿出來俾冷。係，愛冰幾冷。誒，讓冰嘅嘅，都唔得出汁拿來做少少。哦。誒，要冰嘅除菌哈。除菌其實係一種發酵嘅東西。發酵嘅東西。係。差唔多7年。7年。古時候整好冰冷以後，再個本佢有上麴這個動作。上麴是從兩位養人啊。哦。所以兩位芋頭哈，多兩位要7年。7年咯，7年1禮拜啊！按叫人家唔係講像洗體洗好，還個浸8點鐘，過後拿來整好本幾冷，就都得拿來上麴。這個過程就要7年。7年，係要7年，係就變咗7年。哇！嗰日麴係用嚟攞佢過上去嘅。沒有，你啊唔愛從細人照顧咯哦。嚇，乜個意思啊？麴冰落去時候，裡面有生命嘅東西。差唔多要7年，溫度要30度。行要固定溫度。固定溫度，鐵鍋做唔得，鐵冷做唔得。人工用機器控制嗰個溫度。底下鐵鍋係用天然嘅方式，底下係用恆溫室去做哈。恆溫室。冬天讓做得。
所以像我要欠货，希望我保持演员哈，其实冇办法做啊。鼓手上曲以后，清热之后呢，要洗脱。洗脱。从你只黄色的哈，洗又还原变乳头。又捞起捞，脑杯嘅成曲捞起洗脱。洗脱错。爱洗脱做乜解爱洗脱啊？佢老化脱的嘛，佢嘅冇好嘅，真冇好。轉落個頭底度去哈，讓有肉。鼓手上曲呀，清熱的時間，頭會發生一點變化。哎呦，你聽嘢其實會死脱咯。還會死脱？哦。聊天上下天氣冇嘛好哈，上下鬼痛多脱咯。哇，鼓手吼照顧呀，愛做呀頭又冇咁簡單，還會從照顧細人嚟看我安尼照顧佢。接下來呢，愛教人。細號時嗰時，落降嗰時，半夜，染哈，然後攪染，讓變個暗光度去。攪染，將變到暗光度。總好嘅時，免得我要染然後封起來。要攞佢用鹽攞佢封起來，像一層冰封的感覺，對不對？唔會擦，它唔會壞脱啦，它有防腐啊。你是不用給它溜乾嘢。溜乾嘢。鼓手傳統親古早味親傳統嘅頭油，愛標兩張嘅按久嘅時間，將做得又香又好食又空間嘅頭油。鼓手啊，其實啦，愛做出嚟頭油，還有當到故事，還有當到艱辛嘅事情，愛同大家來分享。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談故事哦。大家又真到福氣來嘅，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說嘅對星座關係來嘅，哇，用手工作為古法嘅頭油哦。剛下有談到李太哥，有同大家分享，也做頭油嘅過程色彩係當複雜，韓國愛花當到時間，當到心，談起來啊，就像照顧細路嘅重要。係啊，唔會差。當辛苦按不死頭就會先做鋼印章做在哪裡繼續做，對不對？係啊。當辛苦的過程。一日差唔多要做18點鐘。一日18點鐘，按你太辛苦的啦。係啊，冇辦法啦，佢發酵，佢有生命，我們要照顧它我們做唔得，人亦唔去啊。鼓手啊，唔但唱，按用心照顧出來嘅舞頭誒，又做出傳統嘅頭油以外，還有另外一項產品，係我糖都冇食糖過誒，佢按到鹹醋頭油，叫仙草的醬油，是不是？舞頭鹹醋頭油，呀，談起來都奇怪呢，鹹醋都得拿來做頭油哦。該西洋人本來還是做一種嘅古早味嘅頭油添，但是呢。關係地方是鹹醋的故鄉，冇錯。所以去想說做隻文創的商品然後結合菜體的生產的特產做得就做得幫助農業所以那邊研發茶研啦，讓做出來結果做出來味道很大啦，真嘅跟一開始就想到講要發展呀關係嘅鹹醋，就想到講老去搞到頭油底度，因為很衝突的感覺耶。但是佢很大透過鹹醋呢，大家是燉鹹醋茶色，唔知關係底下有鹹醋雞。鹹咩？鹹咩糖啊？係啊，你睇鹹醋頭油，因為喺網絡說。拿來滷控油，它別有一番風味啊！真的呀，改呀，可以有點去油膩的感覺，對不對？對，它有一個鹹醋的香味啊。好，記住嘅頭油，記住嘅魚頭嘅味道，就加一種鹹醋嘅味道。哇，好神奇哦！鼓手啊，從呀鹹醋嘅頭油啊，係唔係咩有特別去請呀鹹醋嘅來源？鹹醋係全部種關係嘅鹹醋，唔鹹醋太麻煩，因為你要洗槍洗幾點鐘叫，然後你就還要煮，煮差唔多，用大鑊煮差唔多10點鐘，所以太麻煩。哇，
煮好的咸醋，爱捞去加到调油的那只铺椒底度。炒唔好炒，按含油做的暗光肚煮好的咸醋，入来搞暗光肚做后期的发酵。那煮的时候，就全部用咸醋汁咸醋茶，然后调味向下煮出来。古时候就迄青米的铺椒，然后去加咸醋下去，再个做，再个不给发酵，然后拿来煮过以后就变做咸醋调油。哇，很地片呢，700糖的。但是加咸醋，唔可以清味道，唔可以清楚。淡的，淡淡有啲香气有香味甜。因为天然的东西加味道唔可以太重。原来係安呢。古時候啊，像看到呀包裝蛋糕，比如講一罐係寫醬油，寫調油，韓國另外一罐是寫印油。其實我冇乜嘅了解。因去那邊去超市底度啊，當家看到有乜嘅醬油、印油，甚至乜嘅醬油膏，還有醬油露、湖底油，還有什麼很多種法蘭必寶。總得請李太高同大家來講一下，呀，係乜嘅意思，有乜嘅檢查冇？印油呢，老調油其實印油是係調油。印油就是調油，就是醬油。但是醬油呢就不一定是印油。哈？為什麼啊？但是我們的黑豆仙草醬油呢，其實它就是印油去做的，因為我要起粉出，唔可以講。很多人說我要給你買印油，給你買醬油它就會有分。但是冇配調油其實全部黃調做的啦。古時候豆油調油啦，醬油跟印油的差別，生來係啲哪一片？加發酵方式冇同咗。嘿，古時候調油就是調油，其實按講嘅醬油其實是黃調老小麥去做的啦。所以醬油就會一開始講嘅黃調去做的。那印油呢，其實因為佢比較暗光度又可以按吸起來，所以佢醃製係日式啦，印其實是醃製。有攞佢一段時間醃起來發酵的意思，古時候也按到印油。跟黃豆唔係印油啊，佢用攪拌的啊。冇咁樣嘅做法，古時候加嘅名嘅冇咁樣。跟住下來像是醬油膏、調油膏。醬油膏調工也是用糯米啦。糯米。但是用糯米粉啊，是搞調油底度，對按果，錯冇？但是大家知糯米佢係澱粉加水落去，其實佢會分離啊。所以其實佢要加修飾添澱粉，要加化學嘅澱粉落去佢將會保持長年。所以才會按呢稠稠的。所以一般做調油膏其實我沒是做過調油膏但是。用天然的方式，我做2-3年做冇成功。你會唔會變水啊？係啊，會變質就錯嘅。你買化學嘅東西放落去，是清醬清落去啦。古時候還係清用是傳統的這個印油的部分，對不對？調油膏裡面，佢放清多糖。糖有調味膏，有加其他東西。跟假使講又有那個一種什麼醬油露啊、煎魚口味的啊，像那種係乜嘅又很用嘅一種。像煎魚口味，它當然一定是加煎魚的香精而已啦。就是像加乜嘅梅啊，全部都是香精。所以醬油露也是有調味膏誒。醬露也是調味膏啊，我們講乜嘅蠔油，你看都是蠔油精啊，蠔油，香菇啦，就香菇精啊，香菇粉、香菇精啊，都是這樣。因為天然的食材根本冇乜味道啊。古時候像一按豆種全部就同大家講湖底油，還有一隻湖底油。湖底油其實咩係湖頭嘅調油嘅名稱添啊。湖頭一聽愛到暗光底度，所以它是有湖這個字，湖底油。其實湖底油是名添啦，其實唔係正經嘅暗光帶，暗光帶切鹹啊，要咪食。嗌撈到湖底油含貼片好呢？
其实贵昂的全部都是湖底油，都是暗光低度的油，调油嘛。所以唔会查。啊，原来係安呢。古時候其實啦，家庭主婦當到媽媽阿姨佢哋去攞杯，可能看你當到發啦，比部嘅產品都唔抵起價，上來愛同嘛嘅，上來買政府卡嘛嘅。但是佢有方法吼，唔做得去，因為去挑選哈。嘿，比如講青蔥葉就會愛你食到係身體康健，愛希望係清固法、清甜鹽的一種調油，無添加的調油。做啲像李太哥一下就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按用嘅來看下調油上來係唔係甜鹽的冇？其實點吼，唔可以看夾個後背，夾個後背，嘿，就像顏料的吼，顏料的部分，錯，嘿，清簡單的，清簡單，水，糊條的。哦，鹽一啲糖，其他冇咧。冇咧，對，夾個標示清簡單的就會按呢。但是你冇要看，佢就調味劑，有甜味劑，哦，還有乜個酵母抽起物，哦，乜個東西，所以原料其實是兩幾種，你像係鹹醋，係加一種鹹醋添。哦，鹹醋就像加鹹醋。你這個看後背哈，你啊政府。有規定，清楚愛寫，要注明，係要注明。哦，除咗呀內容以外啊，係唔係做得用呀調油嘅外表來看？佢個泡沫哈，哦，泡沫，還有佢個顏色哈，像夾個色位，用數天筒攞佢照下去，夾個色位用嘅。琥珀色啊。哦，你看得到，我後背有一隻手電筒，按你攞佢照。看得到呀，數天筒的意思是嚟講。哦，你可以看鹹醋雖然底面唔會，但是底面琥珀色。鹹醋沒有琥珀色，對啊，你看看給。第二兩種，一個是它比較深一點。大哥，你準備的化學的跟這個是化學的，也係你氣甲做的。哎，你剛剛看呀，紅色咧，氣甲做的調油機係看得到色咧，跟人來吃化學的。佢無色的啊，就係完全看唔到。係完全。做乜嘅會有要檢查？因為有色素啊，佢色素佢唔會透光啊。色素就唔會透光。其實，正經的調油哈，佢水鹹鹹啊，點講鹹鹹啊？黏黏的東西全部就假東西啊。一般人講呢，因為你那是給它製成裡面，全部的調油做好的時間哈，做好時要過濾，過好的時，然後要讓佢沉澱，3月到5月會沉澱，然後開始裝瓶啦。古時候清傳統的色就係佢做得用光線照下去，係看得到做得透光的哦。古時候各位鄉親朋友，去到那部愛塗調油的時節，清甜鹽呢就記得做得來透光。古時候還有其他做得來分，上來也調油係甜鹽的，也係化學的，一條節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對新竹關係來嘅甜鹽嘅調油，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家下有講到好，愛教大家用嘅來看，也調油係甜鹽嘅，還係化學做嘅，用甜鹽做嘅調油啊，用數天筒攞佢照過去，係做得有透光的，是有像琥珀色按嘅色，錯冇？除咗也用色來看以外，係有其他方法做得來看？有啊。比如講像一個。有分兩種哈，第一種是盲開，你買的時間哈，像啲人你就叫，唔就話從頭哈，係佢泡沫清熱。哦，好多呢，懂呢。錯啊，你啊講咩工裝啊？工裝唔該拿嚟哈，你啊。哇！就哇，呀，你咩？韓國夾嘅鋪喺凍久都唔會按呢，唔會磨唔會一下子熟睇。哇，凍到黏黏嘅呢。係啊。古時候也鋪，做乜嘅會有鋪甜鹽嘅？因為佢氨基酸哈、老蛋白質哈，比較豐富哈，哦，保存顏色，它沒有其他東西做老鋪滅嘅，所以佢較柔，較柔。古時候化學嘅就較冇。化學柔，但是佢顏色咩糊糊，但是佢冇按到。
无按倒鋪就錯嘅，故說可以嘛係色淡淡嘅入鋪要動到嘅。哦，按你咩係一種方式？跟除咗按你假使講，唔做得，比如講我卡機已買好跳油嘅啊，我想愛來試看啊，做得用米絲，也係講再來看啊。唔用色，唔用批哈，你只批看啊，兩隻冇咁樣啊。批冇咁樣。批冇咁樣。該發酵嘅就嗆味。發酵嘅。係你批看啊，是啥？你批看啊。哦。係啊，你大家嚟批看啊，你大家嚟批看啊。當從嘅米絲。當從冇咁樣啊。乜呀？佢批嘅清好，清好。完全冇 Q 用嘅米絲嘅。係。原來也真係好油嘅米絲。係，你批嘅感覺真舒服啊，樣嘢。跟講解成嘅頭擺一槍批嘅就會發酵嘅。係啊，我跟住發酵嘅又。用解成哦，也有一種冇 Q 用有芋頭嘅嗰種豆的香味，它是感覺有韻味嘅嗰種感覺，我很難形容。係啊。對。係冇 Q 用嘅米絲。係完全冇 Q 用嘅東西啊。嘅濕嘅感覺咯。係，食起來其實。從你跳油哈，對你身體沒遐健康，因為基本全無發酵嘅東西。好，那一般呢，全部用發酵去調出來，全部去調出來。哇，古時候也當從業為我提醒大家，第一招就係看家嘅用光照嘅那個透光性，第二招呢就係搖家嘅看家嘅泡要凍到，韓國會較淡啲嘅色。係，唔講是真拍啊，唔流色冇咁。拍拍嘅色，韓國愛批起來看有凍熟嘅咧，嗰種很刺鼻的，較黏嘅凍黏凍蟲嘅嗰種米絲嘛。韓國人愛就係食起來唔愛絲鹹，唔愛絲鹹，唔愛絲鹹，全部唔愛絲鹹。哦，按你就可以本大家清簡單做的款呀，跳油係唔係甜鹽呢？一個小優良小方法，對不對？但是啊，永遠哦，你就看色哈，你看冇杯。青島就係佢咩冇講加色素，但是佢咩無色嘅。哦。佢咩無色嘅。佢做乜解會按呢？一般來講，佢係無色嘅哈，嚇。唔看日本跳就較淡，較淡。佢咩用黃跳做嘅啊？係。喺台灣做嘅黃跳用嘅較糊。哦，做乜解會按呢？因為本來是糊跳做，大家印象跳就是糊色嘅。哦，古時候佢就想愛留黃跳嘅做嘅人跳油變到下糊，按你就引起大家嘅色素。但是你下佢嘅食安問題哈，大家較注重啊。超。啊，所以對色素，標明啊，寫出來哈，他也會看到啊。我說呀，他其實大家看後背嘅那個標籤，就都得看到，如果有色素的話。所以來看到一般冇杯哈，你看到無色，縱使佢冇色素，佢講佢咩冇乜個發酵嘅東西，但是佢個染老糖清過。哦，古時候咩有一種可能就錯嘅，係愛木住愛白鹽來看，韓國像我也哈看到順康有兩隻這個禮盒啊，也凍漿誒，也底部嘅內容係乜嘅？底下呢，該紅色的呢，其實用來做出來是古早味哈，底下咩客委會人來做嘅哦。哇，哈維菲天數做嘅也禮盒，很漂亮。哦，啊底下。強色的是鹹臭同古早味，鹹臭同古早味，也當是他們拿來送朋友呢。韓國要做的代表台灣，代表any親族關係。錯唔會錯。哦，當貼片。所以你下青島公家嘅咩種愛跳入去送禮啊，其實唔會清貴，但是你下送起來，哦。又懂台風，對，韓國又很實用的感覺。韓國啊，你睇過係唔係咩？愛同大家來建議，其實應該是愛去買跳油啊，做得去看下跳油嘅製作工廠。哦，大家我咩分享大家來我工廠嗬，我工廠係做 DIY，還有 DIY，唔單槍做得去看，還做得去 DIY，因為我希望嗬來推廣因客家嘅文化嗬，大家啲。要慢做跳油，不能我想我做跳油，我學咩唔怕，我咩搞唔啦。所以我個就 DIY 哈，做跳油嘅。DIY 做跳油，佢係對那隻鋪就開始。
在洗，按清日的时，因为时间有技术哈，太加唔麻烦，是在你还未开始做起。哦，已经有上渠的呀，体位、舞体位开始做，古时候撒下来的铺子就做得起家做哦。做还会本一个头舞，哈，本带转去。哇6个月之后，你自家拿出来做跳舞。还很肥的呀，只头哦。哦，古时候迄个片 DIY 以后，然后舞体会洗好，搅盐撞落去。嘿，拿转去晒太晒日头啊。哈，还会晒日头。哎呀，晒6个月啦。6个月就真去拿来洗嘞啊。对啊，做跳舞啦。哇，古时候假使讲乡亲朋友想要去看人家跳舞工厂，也是讲想要去亲自来 DIY。你们做得啦？大家要用的来预约啊，要几多少人当做得？我差不多要就23日上。亲手23。哈好搞啦，因为请多人哈闹热啦。大家去下去做。但是我做差不多1点半钟到2点钟来做。哦，因为也是全部手工做的。全部手工做。自家做的跳舞。哇，还做得带一只小小的陶瓮回家，冻酱，又做得看酱，又做得是清甜盐的跳舞。系啊，最起码本了解讲，跳舞係多點樣人做，按自家做來食啊。韓國青春又係自家做得食到甜鹽的跳舞係嘛個意思？安尼，下禮拜就唔會偷到發好的跳舞。係咪係安尼？當葱要，但是因為手工做的哈。加個產量輕少，錯，全部說是你要買要做天哈，買咁會做啊。要提早天將有冇就冇，付唔出來做，付唔出來買。買網絡天要差唔多3萬嘢咧。哇，按叫，古時候也下假使講愛老唔聽跳有那按多種方式做得老唔買。你做得嚟關係料啊，嚟關係買啊，像關係農費就買啦。像竹北咧新華屋跟客家園區嘅哈，該會縣農會沒有賣，冇是關係嘅休息站哈，有啊關係高速公路嘅休息站，呢度有客家特色嘅東西，咩就該會賣。韓國係唔係有去市集，台北嘅市集？哦，我想啊，可能半夜我會去希望廣場。從我上下去希望廣場，如果按台北咧北平東路樓嘅林森北路轉角嘅希望廣場嗰邊。韓國咩做得明路啊、天發都做得來。做得，網絡打關係日子乜個都有啊，聽到啊。哦，古時候大家就做得去情況啊，假使講想要買李泰國嘅跳舞嘅話，唔過硬係喺前面有一張問題想要問李泰國，其實唔本單唔係做跳舞嘅。本來係有一隻總 TPA 的跳舞機，係小提琴的修繕的師傅呢。哦，我是音樂人啊。哦，音樂人，跟我一樣，我也唱歌，我也是音樂人。沒有啦，開玩笑，你比較專業。我是做樂器啊，我會維修全部的樂器。對。然後我要自家做小提琴。喊自家做小提琴。自家做。然後現在又來做跳舞。做乜該不會想我來做跳舞啊？因為做跳舞其實哈。即唔知因為唔多是做多。係乜嘅通力本上都講啊，我要來做跳舞。哦，像我哋啊，從 DIY， 我跟人講，我做嚟嘅事業變成有3隻線哈，第一個要用心。用心。好，第二隻唔可以有良心。良心。第3隻唔可以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好。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挺感謝我的媽媽。哦，那就是因為這樣。老人家老誒，身體唔好。身體唔好。該我是專業狀下關係是照顧佢。看到佢糖尿病、心臟病、腎臟病，差不多要洗腎。從我人田是多，是要送急診室。古時候係因為想愛幫阿妹，想愛講身體按摩，一天要從食物嘅地方來着手。我們研究講跳舞實在是千無馬好，是的，因為佢就做唔得適合嘛。古時候你就將手自家來做，做出一本不可認識的跳舞，呀哈！太太自然來講啊，講我自家來做。其實我真係講好啊。
其实还是敷衍他的啦。不过要不会很正经做出来耶？发现跳入轻重要诶。我花了2-3年研究，发现还真可怕嘞，这样有。哇，鼓手啊！你假使喺做得说到李太高的跳舞啊，就像说到佢爱好劲嘅啊，每个心按有好心的一只跳舞腔样。鼓手今日谢谢李太高来同大家来分享新竹关系暗号的跳舞，什么太高？好，谢谢啊，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欣赏来做运动了。